點解有啲人咧越努力越幸運，每一步都好似踩咗喺風口上一樣，而有啲人就算你點樣努力都冇結果，投資最終都係失敗告終呢？其實好多人俾命運去束縛，往往係源於內心對既定劇本嘅接受。其實雖然我哋每個人都有設定咗初始劇本嘅內容，但係最終嘅結果仍然係取決於你當下嘅思維模式、行動方向同埋對每一個分叉路口嘅選擇。就好似有啲人天生敏感，佢就適合從事藝術創作類嘅工作；有啲人邏輯嚴謹，佢就擅長去做一啲分析推理嘅強邏輯嘅工作。所以我哋真正要做嘅係認清我哋自己嘅優勢，利用好老祖宗留下落嚟嘅文化精髓。呢啲其實都係統計學、磁場學、天文學等等呢啲科學規律嘅結合。我哋要學會把握邏輯，順應周期法力，借助能量嚟取得成果。就好似李嘉誠點解會堅持將總部大樓設計成盾牌嘅形狀呢？因為佢相信呢個係一個環境心理學同埋能量學，而並非係封建迷信。所以玄學其實佢嘅實質係一套好精密嘅邏輯系統，為我哋提供咗好強大嘅心理暗示。如果你相信自己淨係順勢而為，就唔會感覺到焦慮。如果你知道幾時應該忍耐，咁咧就唔會衝動行事。如果你知道眼前嘅失敗只係暫時嘅問題，咁就更加唔會崩潰放棄。呢個咧就係點解越優秀嘅人越唔排斥我哋所謂嘅玄學，因為佢哋唔係迷信命運，而係喺度分析規律，把握時機，成為更優秀嘅自己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